婚姻官对2008年开始已经连续16档，死亡的人数拢比出事的人数较悬。婚姻官政府为着要鼓励生囝，提出2档6亿的生育津贴，生一个补助6万块，生第4个补助10万块，佮有做未来的补助3万块，加共是补助13万。望讲2档内会当增加1万的阿婴仔。 大云林西的老太太，这个月2号顺利生下第4胎，嘛是今年到云林县受理头一位生4胎的新生儿出生登记。拄啊符合云林县提出云林万宝龙计划，第4胎每名补助10万块以外，佮加码3万块，总共领到13万的生育补贴。补助是领4万，然后县长提高政策之后，就变1月1号过后就领13万。云林县由2008年开始，连续16年。 每年的死亡人数拢高于出事的人数，为了提高生育率，文管府提出2年万宝龙计划，将前3胎提悬补助到3万块，第4胎开始每胎提悬补助10万块，加上2年保险专案，内底2024年、2025年出事，佮加码3万块，前3胎会当领到补助6万块的津贴，第4胎开始补助13万。 云林县有刚好补助比较提高，我觉得，那我就跟宝宝说，那我们撑到元旦宝宝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一次都生不如死，而且呢，我们的这个消长的比率都在4、5千人那以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们当然非常的忧心了所以也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会寄出2年6亿的这个生育的津贴。文管表示，去年7月底。 云林县65岁以上老人口比率超过2成，进入超高龄社会。希望透过2年云林万宝龙的计划，提高民众生囡仔意愿。目标这2年会当互新生翁婴仔人数会当突破1万名，佮中央有年报道。